敬听的做牧师无顺样，中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让我搁再有机会来到伫美国的所在。早起也得到曾牧师有好伊的安排，所以我会通甲大家做伙伫遮来敬拜上帝。也对2019年起，这个真特殊的传染病 COVID-19 这个疫情真紧到了世界各个所在，通讲带予全世界人伫不安、伫惊吓甚至有死失这款的一个威胁伫咱的中间。咱人讲有人咧讲，这个疫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真严峻的一个危机啦所以这个疫情后来有搁继续一直真严重就安尼宣布讲学校伫遐全面用线上的教学通讲公司行号游玩共款一切休闲娱乐拢总受限制。咱教会实体的一个礼拜游玩组织所以咱拢袂当去教会礼拜游玩用线上的一个礼拜通讲互咱伫教会内面关怀的事工是讲培育信徒的事工拢受真大的一个阻挡特别伫即个中间，若是讲有咱的亲人是讲兄弟姊妹是讲朋友，因为安尼疫情的死失，咱好像伫迄个时对咱来讲实在互咱非常的无奈啦，以及真伤心啦。因为咱要想讲，人的一生到最后的离别，就是遐尼稀微来离开所在的地面上所以伫遮我爱甲大家上来分享，伫这段期间。我所拄到的一个经验着上帝伊奇妙的作为伫咱内头。咱若是讲忠心侍奉甲主常常得到结连，咱来讲就无虾米款的疼，通隔离咱甲上帝中间迄款的一个疼。咱的侍奉咱的服侍，咱人讲咱若忠心伫上帝所交托的上帝的确为咱来排比因为所有的服侍，咱人讲拢是对主来，主互咱有这个机会通服侍。所有的服侍是对主来，教会是主的，兄弟姊妹是主的，所以呢对这个中间就好安尼搁较有迄款的一个活力是讲愿望是讲快乐存在。我已经退休，我就嘛80岁总是我所服侍教会呢，也有请我甲牧师呢，搁倒转去伫遐做关怀的一个事工迄时教会拄好无牧者所以伫即个中间呢，疫情中我捌2礼拜久，教会有3位姊妹回天家所以咱人知影确实在处理这个护士一切，实在是会安尼。真无用啦真无用。特别阮的教会久长来拢有安尼，说是讲明仔载要就无礼拜，迄个前一暗就伫上街的所在带因做伙礼拜所以就迄两个礼拜隔日就是日末的礼拜，再来火化，再来安葬个别礼拜，再来安葬礼拜顶然后才有通讲迄个代志的一个结束因为疫情，所以兄弟姊妹嘛毋敢出来咧。因为疫情殡仪馆嘛有人数的限制所以通讲伫即个时来处理即个代志的时，互咱会感觉安尼心内感觉非常的无奈。今仔日咱才会拄着即款的一个代志即中间到有一日，我要举行。头一个离开咱的姊妹伊的日暮礼拜真早，差不多要6点阮一个长老就来赛车来载我去阮一个长老呢
因为伊受交代有责任啦吼，其实伊的身躯有各样啦，伊拢无讲，伊就安尼载我坐伫伊隔壁，后边有2位女长老，阮就做伙去，到完成即个代志，了倒转来时，这位长老就敲电话讲牧师，你会忝无？你身躯好势无？我讲有啊，我无感觉啥物无问题呢。我拄则讲，伊拢无讲伊其实身躯有个样啦。后来阮2个女长老嘛敲电话问我呢，我讲无呢，我实际上是讲，是啥物代志呢？结果因3个人拢感染啦。伫即个时，我会让想起了咱通讲对上帝所领受的，有时咱真正想袂到的代志。毋过我心内一直想讲，这是上帝爱我做的。伫即个时，上帝爱我来做，因为即3个家庭的中间，咱通讲因需要我甲伊关怀，我会侍奉，我会安慰因，我会鼓励因。特别伫即个时，嘛爱陪伴了因啊。撒迦利亚书4章第6节讲，注意我讲，毋是我靠势力，毋是我靠才能，是上帝的神才会通成事啦。所以讲有上帝同在，住伫咱的身边，咱若讲咱就无孤单啦。上帝顾念咱的软者，咱的软弱，以及咱的现实，咱所欠用的，咱的需要伫即个中间伊的确会咱回应咱对伊所摆咧咱的祈祷。过来伫即个期间呢，佫有互咱真大的挑战。圣经来讲，魔鬼亲像好狮，不时要吞噬了咱啦所以魔鬼撒旦的试探、诱惑真通惊。教会回天家这3位姊妹，因的名中间有一字拢是受，受难、受罚、受钉等等。我拢无感觉即个代志，我也无想到这个事啦。总是教会兄弟姊妹就有即款的声音啦。兄弟姊妹，咱来讲，伫咱信仰生活中间，互咱一个考验。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啥物？讲咱毋是去相信遐邪教邪术等等，毋是讲找人去算命、去改名总是咱较要紧是啥物？伫即个时较要紧是，你专心听探上帝的教示，圣经怎样引带咱咧行信仰的道路。所以咱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咱得要活伫对上帝遐来真正的仰望、倚靠、信靠以赛亚书26章第3节讲，先知以赛亚讲：坚心倚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的平安，因为因倚靠你。这个人倚靠上帝，会对上帝得到真正的平安啦。所以真正的平安甲安全感，只有伫上帝内面咱才会通找到。主耶稣伊讲，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你。我所互你的，毋是像世间得互人的款。所以，咱基督徒所讲的平安，圣经清楚安尼甲咱讲，是主耶稣互咱的平安，毋是咱一般三个拄着讲你有平安你逐项顺遂好势无？毋是迄款的一个平安。所以，咱来培养出讲不变，咱坚持即款一个信仰通伫咱患难确实有惊吓、无奈、无助的时，想起了讲以马内利这个记号，咱就知影讲上帝确实甲咱三甲伫地。咱拄则吟的圣诗41首，请来以马内利，救赎以色列正家儿，因受千煞失志伤心，日后仰望圣境降临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主要降临，主要来临。咱用这首的诗歌拄则咱因为长老讲咱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个主日，
所以咱知影讲，大港这期临到全地面上的人类，咱拢一直咧听候和平的君王的临到。总是其实对咱来讲，其实就是互咱真大一个挑战啊！现实世界怎样，怎有和平拢是战争行行等等这个患难临在伫咱的中间呢。总是大港这 event 咱知讲来临来啊，已经来啊，已经临到啊这个意思代表讲咱听候救主耶稣临到伫这个地面上，咱知影听候需要信心，听候需要挖掘咱的信心，因为信心通讲是听候未来所有一切一个动力。传统的教会伫礼拜中，咱拢有特别的布置像咱拄则一个家庭伫遮来点蜡烛的一个仪式，帮助信徒进入大港的氛围了各个布置这个装饰通讲有真特殊的一个意义伫伫帮助信徒进入伫这个中间呢哪会通三思，哪会通想，用什么款的心情迎接咱的救主耶稣临到伫咱的中间咱人讲迄个大港真特殊的意义大港这迄个苦是一个中青的树枝所以意思讲代表生命永远青翠伫个圆苦的形呢，上顶永形啦五支啦，这个中间四支是代表真庄严真尊贵，白色的蜡烛伫遐要甲咱讲，咱所羡慕以外，世界真光耶稣基督已经临到伫咱的中间所以大港通过这个布置、这个装饰，上顶互咱的意义，互咱搁一摆用什么款的心情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总是咱倒转来想圣诞节咱逐年得过，主要说2000几年前已经临到伫世间，毋过今仔日，咱迎接大港节，到底大港节意义伫倒落？毋知咱捌想到这问题无？咱逐年就迎接圣诞节，迄个前的一个月头一礼拜就是等待迎接大港节。咱捌想过这个问题无？问题迄个答案是啥物？但毋是讲伫你我咱的行动咱知影毋是信靠的一个听候，那是已经咱对这信心信靠听候中已经临到伫咱咱你我咱有啥物款的采取一个行动来迎接无？咱有行动的一个回应无？如果咱袂捌迎接主耶稣基督临到伫咱的中间的时耶稣第一摆的降生，对咱来讲，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历史一个记载那点。所以大港的意义是为耶稣基督降生，用感恩的心迎接主，搁一摆进入伫咱的内头。所以伫咱生命中间来做王、来掌管、来引带咱伫行信仰的路咱永远活伫上帝听内面，所以大港节的精神是要借着感恩、借着信心、借着喜乐、借着认罪、借着悔改来迎接主耶稣的临到。当再去咱伫所读的圣经犹大书20章、21章只有2节的圣经内底伫遮甲咱三个来分享蒙福的路。人生蒙福的路就是啥？就是常常有主的听踮伫咱的内头。咱来想这个话时，咱搁倒转来想今年仔日12月头一个礼拜，所以今年对年头到伫12月一个礼拜，就是讲今年准备结束啦准备结束。毋过咱想一年久怎样？一年久，咱的乌克兰、俄罗斯的交战已经年偌久当时讲即摆有暂时的休困来什么款过来咧，咱的人想讲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是兄弟共信仰的，总是伊嘛是咧交战的中间。
过来不时，咱人讲，阮倒是台湾，啊，常常有对美国倒转来，遐新闻讲，啊，恁有平安无啊？恁会惊无？对方对咱的一个威胁，恐吓等等。过来，疫情也嘛无讲完全的，虽然有一方无完全的，就是讲互人感觉真安全感哦。啊，我来美国了后，啊，台湾的遐新闻讲，哇，即马长病毒等等，台湾嘛真严重哦。所以对遮咱会想，一年久，咱都嘛有拄着遮个情形的中间，啊，咱的心怎样？即是讲奉主耶稣基督名，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咱拢会通享受着啊上帝同在一年啦。所以一年久，虽然有遮个混乱搅扰伫咱的生活中，总是咱一年嘛是蒙福的一年啦。上帝同在就是咱最大爱一个祝福。啊，咱人期待啊人生有福啦，总是咱都会想讲，什么是福气啦？啊，有钱可能就是有福，无毋对。总是有钱，咁一定是快乐、欢喜、得意，但是就安尼经过。无钱当然是无快乐，总是有钱，咁一定是快乐。啊，几年前有一本册。穷得只剩下钱啊，上甲只有存钱啦。对，我相信咱中间嘛有人读过哦。这本册内面讲什么？遮尔高、遮尔成功的企业家，有钱有影，讲伊的厝啊，遮尔水，遮尔水，驶车入去个偌久才有到伊啊，迄个建筑要大的所在，就是讲哇，房间足侪房间，每一个房间也无相像世界遮名画的布置，等等，哦，驶车的车。几啊台车啦，啊，伊认识伊的朋友啊，大学的朋友对台湾来，也到伊的厝，啊，坐落去，啊，真正伊这个朋友讲哇，真正有影，确实是有影，是安尼的迄款的一个生活。我做伙坐落去谈话是讲你的先生呢，也互伊安尼论一下啦。我的先生有外遇。无做伙啦，而你的囡仔呢？啊，囡仔大汉啦，啊，因有因家己的一个种搬出去外口大。那个遮尔水，遮尔迄个数学一个所在，就是伊伫遐大。咱讲有钱有快乐无？所以像通过这本册啊，我读了，我感觉有影，只有咱倒转来，圣经内面所咧讲，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心灵的健康。啊，咱说这个福气有福，过来咧冇气呢，所以咱的文字真奇妙啦吼。有福冇气，咱讲有囝有孙啊，真欢喜。你有囝有孙啊，真福气。毋过有时呢，有时咱嘛有了为了囝儿，为了孙啊，受着最的气啦啊。所以安尼咱知影讲。伫地面上，人间的福甲气是连做伙啦吼。啊，早起咱三个要三个来思想，要怎样能得到真正的快乐？活伫上帝听的内面啊，活伫上帝听的内面。意思讲啊，着伫上帝听，家己保守，确实安尼才会通体会着讲啊，你人生真正的快乐啊。咱看细囝。啊，对学校是对外面入来是看见爸母咧，哇，甲伊揽咧咱看迄个是爸母我呢欢喜，细囝嘛是我呢欢喜，因为知影讲爸母听伊，爸母听伊，总是有时咧啊，细囝所做的差错毋对，啊，对讲啦，咱有时真气，毋过咱以外嘛是真听伊。伊嘛知影，伊有做毋对，都是伊嘛知影，爸母嘛是听伊咧，所以这就是啊，这是咱说咧讲，也是生活中最大的一个快乐咯。活伫上帝听内面，啊，咱知影人的听真有限啦，人的听真有限，啊，有时伫咱生活中间嘛，互咱真困扰，特别现代社会，通讲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等等，真困扰。
比如来讲，夫妇两个人建立家庭真欢喜、真快乐的一个家庭。毋过慢慢伫生活中间，检查有一方做了侪遐不义，行歹路一再出问题的时咱想，夫妇中间的一位，兼过会通继续安尼甲伊听落去，兼过会通安继续听落去，互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实在要听听袂落去了所以意思来讲，人的听真有限，听袂落去。总是倒转来讲，圣经讲，伫上帝听的内面有可能无？咱家己三思，上帝这个话对咱一个挑战有时连父母因为囝儿所做，反正真正听袂落去，有时讲伊。真正听这个囝儿，毋过无能为力，无法度来帮助了伊啦。这就是咱所咧讲人的听的真有限，所以讲只有伫上帝的听面，才有法度帮助了咱。诗篇125篇第一节，上帝听亲像袂摇拽的锡安山，所以上帝他永远袂改变，永远袂改变。然后我来分享有一个姊妹。这位姊妹伊的家庭当然拄开始的家庭真顺遂，逐项真好势平安。上帝赏赐一个查甫囡仔，一个查某囡仔当查某囡仔已经成家这个家庭呢，这个先生生得真漂亮，也蛮呢真温顺的款伫外面工作，慢慢后来无倒转来。慢慢来，搁较久无倒转来，后来就拢无倒转来。总伫这个姊妹就拥有这个囝儿大汉，到几年前中风倒转来找伊。这位姊妹怎样？姊妹甲伊接纳，佮甲伊备办房间，佮甲伊伺候，讲六屎六尿了，已经中风走病院，出入嘛是拢伊咧对。伊个后生甲伊讲啥物？讲咱细汉的时，你带阮爸爸甲咱放咧。这个后生甲伊个老母安尼讲，总是伊个老母怎样？继续甲伊好款待，到离开世间，拢是这个姊妹甲伊烦恼。丈夫迄边拢无人出面，有影人个听真有限。我嘛爱对伊真大学习啦所以我对人圣经讲，只有伫上帝听面，才有可能超越这个来做这个代志犹太书只有1章，甲咱讲一个秘诀。咱若掠着这个秘诀，咱人讲啦，就会通伫上帝听的内面，家己保守。主的听，河顶的长，看悬深，无会切度。21节咱会通做伙来读来，所听的兄弟就伫恁的信，至诚的信，家己起做，伫圣神来祈祷，就伫上帝的听，家己保守。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到永远所听兄弟就伫恁至诚的信，家己起做，伫圣神来祈祷犹太书，这对这犹太，伊毋是卖耶稣的犹太啦是耶稣的小弟这犹太伊诚做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一生服侍真爱上帝。伫到年老的时，也对伊所无用教会兄弟姊妹，吩咐遮尔要紧的一句话，就伫上帝听，家己保守。咱主耶稣基督怜悯到永远。所以头一项伫这2节的圣经来想几项头一个第20节啦所听兄弟就伫恁的至诚的信，家己起做，伫圣神来祈祷。华语的圣经是讲至诚的至圣的真道咱白话就讲至诚的信
至诚的真理的道理就是啥？就是圣经啦，就是上帝的话啦。所以咱若读上帝的话啦，就要伫咧上帝的话内面，咱家己会通受造就啦。圣经内面有3000几句上帝所互咱祝福。所以咱讲，你若无去读圣经你就毋知影，你嘛袂通得到讲上帝所应允互咱的祝福是遮尔多。所以只有你家己去读，你伫圣经中才会当得到这个上帝应允所要互你的一个福气伫遮互咱来想，毋知咱无论信主久久，还是咱都信主无几年久，咱圣经有对头到尾有读一遍无？有读2遍无？有读几遍无？犹大这段圣经，互咱知影讲，要怎样通活伫上帝听内面，所以一定要得至诚的信，家己去做，家己造就啦，造就家己。我礼拜8部时有一姊妹，伊袂晓华语啦，会80几岁袂晓华语，伊无读册啦，毋过伊圣诗真熬吟圣诗，伊伫个社区拢会吟圣诗互人听，伊嘛袂晓白话字，伊讲上帝教我白话字啦，所以伊甲社区的即个人做伙，伊会晓传福音啦。伊无读册呢，伊圣经是有读圣经，检查圣经读了解偌济我毋知，毋过伊就是凭迄款的信心我读圣经我吟诗安尼互人听伊后来也血腺癌，咱知影血腺癌到一段时间的是无法度倒咧困啦，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所以拢坐伫伊的客厅中间坐咧伊的因囝伊新妇是伫马街服务，所以有时甲伊送去德维马街病院的一个迄个安宁病房，所以有时去迄个所在感觉较舒服生活，较困我的时个倒来伫厝咧，游玩安尼拢是坐规日就是袂当倒拢坐咧。伊后来甲上帝讲啥物呢？讲上帝我过去会通甲社区的人伫遐吟诗互人听甲因讲圣经上帝你佫留我的活命。互我会通圣经对旧约创世纪到新约会通去读一摆，迄是伊甲上帝求讨的。伊恳切对上帝祈祷，上帝回应，上帝听见。伊的后生张长老，伊甲我讲，上帝带伊倒转去的时，伊的圣经是到启示录的所在。所以伫遮犹大就来讲啥物？至诚的信，家己去做，意思讲，咱家己爱去明明，爱去读伫上帝话语的顶面。所以你若读上帝话语你就会通伫遐来得到上帝要对你所讲的话。咱是读圣经，相信咱牧师有教真侪方法通读圣经啦。特别其中的一个导读就是讲，你用一日用一节圣经，2节圣经安尼。哪祈祷哪读，哪祈祷哪读，伫即个话语的顶面，哪读哪祈祷的中间就会上帝自然地互你讲即段圣经生出了有较少相关联的话进入伫你的内头。譬如来讲迄个诗篇第1篇，诗篇第1篇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做侮慢的人的位，这个人有福气。法律的宣告是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作为变为有福。所以，比如在圣经中，你讲伫遮无行、无徛、无坐，你讲啥物？毋通有这3项的动作啦。意思讲，咱生活中间，咱知影讲毋通安，毋通安。所以上帝你就好无趁遐的人，甲咱的人做伙生活，等，帮助了咱。哪通这个圣经你就背起来，是导读来帮助了咱明白上帝话语。细汉的时，咱知影伫台湾，咱的像阮这年岁较大会当知影早时阿嬷饲孙怎样？一个汤匙
糜也好，饭也好，内面有菜啦，有时有包有等等啊，阿嬷剥，互孙仔食哦。这印象就深，当时拢囡仔无，咱嘛知影讲囡仔慢慢大汉是嘛无爱啦。倒转来是少年的事嘛共款啦。咱的牧师逐礼拜用心备办这讲章，这上帝的话，这道理，意思要帮助了咱。咱就想讲逐礼拜我来做礼拜牧师会讲道中间会听解说签名，在圣经对咱讲什么？咁只有讲逐礼拜的课牧师认真去报上帝话，食上帝来分互咱嘛。所以少年的事，亲像咱讲囡仔共款，囡仔家己大汉家己爱食，家己爱食，食落去，咱得着把照。所以毋是课牧师逐礼拜安尼分互咱，无够额无够额所以求上帝互咱逐日温魂读上帝话语，上帝会亲自对你来讲话，哪读哪有滋味哪甘甜。罗马丁为什么有宗教改革？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讲当时是政教合一所以遐个当权者呢是毋互百姓捌伤济啦所以规定一般信徒因袂读圣经啦。罗马丁就讲这是毋对的咧，因为对于上帝来看，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人拢是属蒙恩的一个罪人咱人人平等，所以万人皆祭司，咱拢爱读上帝话，对读上帝话，更较明白上帝的心意。犹太特别佮强调什么？讲真正的造就家己，毋只有困读上帝话啦，佮照所读的去行。我拄则有句像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华语的圣经咱较紧会当清楚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位置，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无三项动作念落去，只有欢喜听读上帝话语的人，每日三思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咱华语白话就是讲，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的人的位。这号人有福气，伊就讲无这三项，这号人有福气。毋过咧，伊讲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啦，明日三思的是啦。所以无这项了讲，毋过伊所欢喜的，安尼才有福气啦。所以有时咱华语的圣经即节，可能咱对华语较紧会知影讲，迄有福放伫上落尾，无这项了讲唯独欢喜耶和华律法所以伊才讲讲什么？咱昆读上帝话语了后，咱会记得咱是所读的帮助了咱，会让去行去做这更较合理所受的着啦。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教会兄弟姊妹发出一个呼吁提醒因伫生活中间所行所做，合伫上帝旨意，得到伊的欢喜。所以上帝拣选了咱上帝拣选了咱爱咱爱咱时时咱分享上帝主权伊的荣耀伊的荣耀。上帝拣选了咱，上帝互咱逐人有无相像的一个温顺之地来帮助了咱上帝拣选了咱保罗将迄重要的是什么？讲爱因活出合伫上帝的心意。受调的性命，合上帝的心意，迄个受调的性命，才会当显明出来。10月15日拄主日，我拄好来咱教会做礼拜。迄日咱教会拄好中级的一个该选出成这中级，所以大声甲这受选中级甲因恭喜。咱会通受选。咱来把这个机会，亲像我讲，虽然我退休，若是有人讲你会通来分享信息，我真欢喜拢爱答应所以咱受调咱受竞选，咱有机会
伫教会，迄是上帝互咱，虽讲是人会选啦，亲像圣经讲吼，讲抽签伫人吼，定着旨意伫上帝，所以咱迄款的一个人物迄款的一个使命伫咧，所以咱既然受选所以人家受选的即款三个鼓励上帝互你的机会，这是上帝互你的哦，你要把握这个机会，毋通失去上帝互大家人拢有无相像的恩赐，佮所有这个恩赐做伙伫教会来侍奉、来服侍。咱伫保罗小哥林多教会批信伊常常为着哥林多的信徒伫感谢上帝。咱来读这个批信伊为着哥林多的信徒感谢上帝，因为讲上帝互因人人拢有无相像的恩赐。讲上帝因的恩赐，先记载是毋是讲逐项富足，逐项富足哥林多信徒的恩赐咱来读哥林多的批信，咱知影因人人拢有口才啦、知识充满啦除了这以外，讲因个也要讲方言啦，总是保罗有啥物保罗有提醒无论啥物款的恩赐，目的要做啥物，就是起造教会。这个恩赐，大家合合做伙，你我大家拢有恩赐，爱起造教会、建造教会。所以伫耶稣基督里咱会同心侍奉服侍，彼此来服侍。我已经有几若年无来我有一日甲姚总长老咧讲我来时咱礼拜真好，咱长老教会无论礼拜人数最少的教会一定有圣歌队。我来了，我就讲哇，即届来个看见咱有圣歌队议会长老真用心来带这圣歌真好一段时间今仔即摆来有看见咱圣歌队真通欢喜，真通感谢记得头一摆甲议会长老伊实在是伊捌带我甲无顺去伊厝知影有音乐一个文书内面也有这乐器，有迄个古筝等等，咧讲起这个事，讲伫咱这个历史社区伫外面咧带领这个讲，无顺来讲，这个爱倒转伫教会啦，爱用伫教会啦所以即帮来人看见真好，真欢喜，真感谢上帝互你的恩赐，你要用伫这个所在这上帝互你的一个机会。佮甲其他受敬的长州共款，也是会长共款。上帝互逐人拢有无相像的恩赐，所以你得开你得爱上帝互的恩赐，你家己知影你怎样？你怎样用你的恩赐来侍奉教会，来服侍上帝？我咧讲一个姊妹，我咧高雄一个姊妹，伊做生意啦，有影做生意是真无用啦。做生意哪有礼拜日市场的伊来礼拜拢迟到，拢迟到，总是嘛是甲伊鼓励啦。你遮尔无用做生意，还佫拨时间来吧，毋过无准时啦后来我要甲伊鼓励，甲伊讲你安尼有来礼拜，过来呢，你进一步，你爱来教会服侍啦。伊讲我无读啥物册要做啥物工？后来我会建议，我会讲，你来交代啦，你来交，因为伊拢常常迟到啦。总是我来讲，你来交，我是袂来讲伊交代下，我讲你做交代伊是较早来的，伊真爱水啦，毋是讲拄咧一直拢逐日穿衬衫，毋过伊就是安尼留状态啦，拄我真下伊咧伊就是安尼来了。我甲伊讲啥物？咱遮毋知有住伫中部的人无？地考啥物？咱知影无？有的地考是地考就是咱南部咧讲杀文啦。早时宣教师到中部传福音上，6日卖地考，7日讲耶稣啦。我就甲伊讲，你安尼认真拍拼，做伊身躯先生已经无去啦伊一个查某人真正真勉力开始嘛是伟大啦所以你袂行啦，
你半时间，所以就半礼拜日有影穿水水啊，真早啊，就伫遐分周报，毋免讲话啊，啊，佮有下衣，伊个会爱，啊，呢，伊嘛袂迟到对无？所以我的意思讲说，上帝互逐人兄弟姊妹无相像的温数啦，我会通做啥物，你家己知影，吼。啊，甚至即姊妹，我知影，我该做遐尼久，我知影伊的情形，所以我会鼓励，啊，伊就安尼，是毋是嘛会当安尼准时来迄落？啊，生理嘛继续会当做，是阮礼拜日无做生理，吼对无？吼，啊嘛是啊，无啥物款伫伊生理上一个影响，啊，伊个会当敬拜上就个来啊，侍奉服侍等等啊，所以啊，甲咱教会兄弟姊妹，也我上早来美国了后，我拢捌甲咱遮兄姊妹讲一句话，讲台湾上优秀的拢走来到美国啊，啊留阮遮的台湾啦。啊，你上优秀的来到伫遮，怎样？搁较啦，搁较爱发展，搁爱讲上着互恁遮尔优秀、遮尔好的条件啦。伫北美的所在有咱长老教会，大家敬拜上帝啊，是毋是搁较爱珍惜遮个机会？啊，所以啊。爱甲咱兄弟姊妹三个勉励，咱中间若是讲只有礼拜日来礼拜的，伫教会要毋捌做过事奉服侍，甲咱的牧师讲，我会当做啥物？开始有影，事奉服侍这是机会呢，是机会，爱把机会。像我讲，我是讲退休，我无固定在咧讲道，对无？总是有机会，人互我的时。我袂使辜负上帝，早是吊我的。我嘛捌直接讲起，其实我读神学院无哈啦吼。我的亲人当我要读神学院时，拢讲你无哈啦，你无口才啦，你阁遮尔内向，要怎甲兄弟姊妹，各无相像家庭内人，三个讲话，三个做伙。啊，上帝嘛怜悯啊，所以我是用安尼啊鼓励咱大家。咱中间来也伫教会也无做服侍事奉讲的啊，你家己想，我伫教会会通做啥物啊？甲咱的牧师讲会通一生有机会来事奉服侍哦。即个到伫你要离开世间的时，你讲哇，上帝，这是上帝互我的机会，我阁有即个机会，我阁把握着咧啊。过来也我伫遮嘛要来讲起了，因为咱疫情的关系所以地教咱就是讲无实体一个礼拜。那解封了后，我是用台湾来讲啦解封了后呢，一项真可惜的一项代志啦一项代志是啥物呢？就是讲咱已经习惯线上礼拜，所以我嘛免较早起来备班清清的来去教会无，伫厝里线上我爱开倒位线上礼拜拢会当。我无固定的一个教会，无固定的一个牧师的讲道，我拢会当爱听我所爱听的，对无？因为安尼煞互咱伫即款的一个习惯的顶面，确实毋是真好啦真可惜。我毋知影咱北美的教会有安尼无啦是台湾是即款的一个情形总是安怎？疫情解封了后兄弟姊妹无爱搁倒转来教会，迄个原因的一个有的信徒已经习惯了啦拄则我讲习惯啦所以敢着一定去教会做伙礼拜敢着一定去。有咱无咱毋通袂记得了，咱十字架是甚物款的意思有得的，有欢的。有咱甲上帝的关系，有咱甲兄弟姊妹的关系，所以咱一礼拜一摆会通来教会，甲兄弟姊妹三个组织大家三请安知影咱的欠缺需要，三体祈祷，三鼓励等等所以这是咱的教会聚会的最重要一个意义伫底。毋过我拄则讲起了，伫台湾教会遮尔可惜，遮尔可惜了引起什么呢？引起了讲咱对迄个圣经的造就地教无完整，上帝互咱通过牧师，互咱一个迄个真理的人物地教有偏差
所以这是一个真可惜啦，上帝互咱无说一贯以圣经的注解，圣经的互咱的认捌，帮助咱认捌圣经，帮咱甲上帝建立什么款一个关系等等希伯来书10章26节讲，毋通放煞恁的智慧，亲像有人惯死安尼。所以讲，就着三款面英国基督教文学家路易斯安尼讲，教会存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吸引人来到伫耶稣基督的面前，互人成做一个小基督。如果咱无安尼做，就所有的礼拜堂啦、神职人员宣教、讲道，甚至圣经，只不过是浪费时间。耶稣道成肉体，成做人，无其他一个目的这是这律师伊伫遮所以讲，今仔日教会存在是逐所在伊的目的。咱第二项，咱三界想讲，伫圣神来祈祷，伫圣神来祈祷，什么款的意思呢？圣神咧三位一体一个上帝，所以讲伫上帝内面的一个祈祷啦。伫上帝内面的祈祷，咱来想即句话毋是讲伫我内面的祈祷。伫上帝内面的，你的祈祷是伫上帝内面的祈祷，毋是伫我家己内面的祈祷。怎样讲呢？咱知影，主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是啥物？主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互咱一个真好一个模样。马太26章39节讲，我的爸啊，若会做得，就将即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这就是无有藏伊家己的意思、观念、意志。想法伫内面是顺服上帝进入伫你内面的一个祈祷伫圣经内面嘛记载，咱顶礼拜咱牧师拄讲起感恩的是讲迄个10个泰戈的10个泰戈的一个意思，即10个人呢，因为因泰戈，所以袂当做伙大，爱伫城外一个所在组织，即个人组织做伙，即个意思甲咱讲啥物？因远看见耶稣啦。因当心的话，大声喊啦！耶稣先生临命愿，这就是因的祈祷啦。因是受隔离的人，耶稣来看见耶稣耶稣先生临命愿，这是因的祈祷，这么简单。耶稣先生临命愿是物？耶稣你一定爱医治我。无因家己的想，因家己伊无意也无毋对，毋过无甲耶稣出主意。耶稣先生临命愿，这是因的祈祷。主照你的旨意去做。所以伫圣神内面的祈祷是将咱的主权交互上帝，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来祈祷。这是咱所得学习的一个祈祷。想看咱逐日的祈祷怎样？咱只有看见咱家庭、父母、夫妻、囝儿、兄弟姊妹等等为着咱的生理、咱的工作、咱的财物、咱的健康、咱的股票等等。犹太讲伫圣神来祈祷，是突破了咱家己的一个问题来看见耶稣的一个心意腓立比书2章40节，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也伫顾别人的事。圣经安毋是只有为着咱家己，为着咱家己的需要欠缺，对上帝来排列，爱为着世界，爱为着国族群，爱为着国家，爱为着社会，爱为着教会，爱为着兄弟妹等等。所以，请咱注意圣经怎样甲咱讲。圣经就讲伫圣神来祈祷。就是上帝听家己保守，毋是讲讲伫祈祷中保守家己，常常伫上帝听的内面，伫圣神来祈祷，就是上帝听家己保守，所以毋是讲伫祈祷中保守家己，常常伫上帝听的内面。所以咱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来祈祷，安尼就会当体会着讲上帝伫你心中的一个心意。第3、21节，
伫上帝听，家己保守。像即摆，咱来回想信仰生活咱的信仰生活。主啊，我逐礼拜我拢有去聚会呢，我有读圣经，我有祈祷，我嘛有奉献呢，我嘛有伫侍奉呢。主啊，这是我因为有这个，所以堪得来得到上帝你的听。咱信徒有时有安尼放伫咱的心内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咱来打破了咱传统迄款积功德即款的一个观念。咱的上帝也是无条件的听无条件的听。上帝你咱逐人的心肠拢白白赏赐互咱白白互咱，所以伊伫世界顶受死，咱白白来得到即款一个恩典。是是因为伊的怜悯是因为伊的怜悯。路加15章咱真实放荡主的譬如，这老爸两个囝儿，第二个讲我应得的互我，敢是对？老爸敢应该应得互伊囝儿什么？这个第二个一个老爸讲我应得的，老爸听了嘛是互伊互伊了后，小人记在什么呢？出外去，非礼放荡，将所得到这个拢毁了了。到有一日倒转来，圣经该记在什么？老爸还佫伸出双手来迎接伊，来接纳伊，来抱伊。这就是啥？这就是圣经的价值观了这就是圣经的价值观。彼得后书3章9节讲，毋爱有人沉沦，爱人拢得到悔改，爱人拢得到反悔做工得工钱，这是应该。怜悯毋是对换来怜悯毋是对换来，怜悯是先切伫上帝伊的恩典，伊就是安尼听，不管什么款条件理由。所以今仔日咱活伫上帝听。上帝毋是爱咱用读圣经、聚会、祈祷、奉献等等来兑换上帝听。咱伫圣神的真理、圣神至诚的信，家己起做，伫圣神来祈祷，拢是有主的怜悯，咱才会通得到所以咱爱时时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到永远。咱知影上帝听咱，所以就温困来读上帝的话。对安尼，咱搁较认真捌主，也恳切的祈祷来经历上帝你身上的作为。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伫个人咱伫家庭、咱伫教会，拢会通活伫主的听内面。所以再去甲咱两节的圣经三较分享。头一人讲伫至诚的信造就家己，搁着照信、照真道来行第二，伫圣神来祈祷，互咱的祈祷较开阔，毋是只有为咱家己来定合主的一个心意，合主的一个旨意。第三，毋是用读圣经、祈祷聚会来兑换上帝的听我得到主的听是主的怜悯第四，我要逐日活伫主的听的内面，这是一个。先讲蒙福的路，真正得到福气。咱三界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再去借着犹大的培训，假是信徒得着上帝听，家己保守。上帝是听，佫是对你遐来。你爱阮听你，听家己，也将主的听放伫阮的中间。主啊，求你帮助，互阮。来操练，来学习，会晓彼此一个相听，这是主你所予阮的命令，也是好的一个模样。安尼，阮拢要对你遐来享受到最大的一个福气。主，你是我的信仰。
时